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，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，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来自云端的小天使。小天使 Emily 一个人孤单地住在云上，没有人可以跟他一起说话或陪他玩。他站在云端，看着下面的世界，心想：哇，下面好多人呀，我想飞下去找他们玩。于是他从云端飞到了人间。Emily 期待能找到新的朋友，一起玩耍，还有探索这个新世界。然而，当他站在一户人家的窗前，透过透明的玻璃向里面看去，他惊讶地发现大家都低着头，专注地盯着各种闪闪发光的长方形物品。这些物品有的大，有的小。更奇妙的是，这个物品显示了很多的图案、动画、颜色，还有声音呢。一家人各自沉迷于手中闪闪发光的长方形物品，完全没有注意到小天使的到来。你们猜到那是什么东西了吗？没错，就是手机、iPad、电视和电脑萤幕。Emily 试着引起他们的注意，但没有人愿意放下手中的萤幕。她觉得有些孤单，也很困惑，心想：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迷恋这些奇怪的东西呢？他希望能让大家抬起头来，看看周围的世界。于是 Emily 趁大家睡觉时，用她的小魔法轻轻挥动了一下手指，所有的手机、iPad、电视和电脑萤幕瞬间消失了，大家的电子设备都不见了。隔天一早，当 Emily 兴奋地要和大家介绍自己时，却发现每个人都焦急地在找他们的电子设备。爸爸焦虑地大喊：怎么办？没有电脑就不能工作了。小女孩也说：哦不，我最爱的 YouTube 频道都不能看了。大家似乎变得非常紧张不安，他们四处寻找，却什么也找不到。这时，他们注意到周围的邻居也遇到同样的问题，大家的手机和电脑都不见了。愤怒和焦虑在社区里蔓延。Emily 看到这些，她心里有些不安。她并不想让大家不高兴，她只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朋友。Emily 心情低落地走在路上，她经过一所学校，发现那里有好多小朋友正在操场上快乐地玩耍。有的人在踢球，有的在玩沙，每个小朋友都开心地在玩不同的游戏。Emily 心里有了一丝希望，她决定要加入他们，于是走上前，跟一个小女孩打了个招呼：嗨，我叫 Emily， 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吗？
Emily 轻声问道。小女孩 Tiffany 好奇地看了看 Emily， 然后笑了。当然可以，我们正在玩跳绳，你也来吧。Emily 和小女孩们玩得特别开心，这是她第一次体验到人间的快乐。她觉得自己也想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和快乐，于是她决定使用魔法，变出一些特别的玩具，来让大家一起玩。首先，她变出了一个可以跳很高的跳跳球，接着是会发光的泡泡，泡泡在阳光下反射出美丽的光彩，还有一大堆闪亮的彩虹沙。小朋友们惊讶地看着 Emily 的魔法，大家都围上前来，一起玩跳跳球，追逐泡泡和创作色彩缤纷的沙城堡。大家有说有笑，玩得非常开心。这时，有一个小男孩气愤地跑了过来，激动地说：“就是你！昨天晚上，我和妈妈回家的路上，看到你飞在窗外，然后用手一指，屋子里的电脑就消失了。”另一个小女孩也生气地说：“我昨天也有亲眼看到，你把我爸爸的平板电脑变不见，为什么你要这么做？你知道大家有多需要他们吗？”小女孩 Tiffany 惊讶地问 ：“Emily， 你是不是把大家的电子设备都变不见了？” Emily 有些紧张，但她鼓起勇气说：“是的，对不起大家。”这时，一个小女孩站出来，挡在 Emily 面前说：“大家先冷静一下。其实 Emily 只是想和我们一起玩，她没有恶意。” Emily 虽然害怕，但她勇敢地说：“我真的很抱歉，我会把大家的电子设备变回来。我只是希望能和你们做朋友，但看到大家都在玩手机和电脑，没有人注意到我。我还想让大家知道，除了手机、电脑，户外还有很多好玩的游戏可以一起玩。”当 Emily 的魔法让所有的手机、iPad、电脑和电视重新出现在原来的地方后，社区里的大人和小孩们都感到非常高兴。不过，他们也开始意识到，适时地走出户外，和家人朋友聚在一起是多么的重要。谢谢你 ，Emily。一位妈妈说：“我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提醒。”对啊，我们应该多安排一些家庭日，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。另一位爸爸也说。小朋友们也兴奋地讨论着，我们可以去公园踢球，还可以一起骑脚踏车。小女孩 Tiffany 提议，我们还可以去放风筝，我觉得这样一定很有趣。于是，大家决定一起享受户外的乐趣。社区里的大人和小朋友们也一起办了一场大型的野餐。大家铺开野餐垫，坐在草地上共享午餐，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。Emily 看到大家都变得那么开心，
心中也充满了喜悦。于是，每当有空的时候，他会回到人间，和小朋友们一起玩，分享欢乐。小朋友，你们知道长时间盯着自己的手机和平板电脑可能会带来什么影响吗？首先，眼睛可能会很疲劳，这时就会出现视力模糊，眼睛会看不清楚。第二，也可能会影响睡眠。如果在睡前看手机或电脑，荧幕的蓝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品质，让我们难以入睡。再来，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会让我们缺少运动，身体会变得不够强壮，可能会觉得容易累，体力也会下降，身体也可能会变得僵硬，肩膀和背部会感到不舒服。那我们要如何做才能改善呢？第一，让眼睛休息。每隔20分钟，我们就站起来，让眼睛看远方，转动几下，让眼睛肌肉得到放松。第二，为自己设定每天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，例如看40分钟，休息20分钟，避免长时间盯着荧幕。第三，做运动，每天至少半小时到户外起身走动，耸耸肩，拉拉筋，甚至是跑步，让身体动起来。最后，设定良好的作息时间，避免在睡前1小时盯着手机或电脑，这样才能睡得更好哦。记住，使用电子设备的时候，适度和均衡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可以享受电子设备带来的便利，但也要确保自己有足够的休息和活动时间，保持身心都健康哦。希望你们也喜欢今天的故事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